睇完呢條片之後，你會明白兩樣關於你第三板吊球嚟嘅應該打去邊，同埋打完之後幾時應該上前嘅。我哋先講第二點，你應該幾時上前？而家球員常犯咗兩個錯誤就係：第一，佢吊球冇都衝得太快上前；第二，就算吊得好都唔夠快上前。咁你點樣可以改正呢個錯誤呢？其實你可以用紅綠燈系統咁訓練你對球嘅判斷啊。綠燈、黃燈、紅燈、綠燈，即係你個吊球好靚，即刻上去廚房線啦。黃燈就代表你個吊球一麻麻地，所以要準備好嚟緊一板嘅過渡球。紅燈就係你個吊球太高，危險啦。唔係，我講笑啫，應該要後退，準備防守。我哋再詳細嘅拆解。因為雖然好多人都知呢個基本原則，但係其實有啲細微位令到你未必次次都可以做啱決定。所以綠燈就係，正如我頭先講，你打咗個好吊球就應該向前行去廚房線。但係你要明白咩先至叫做好吊球嘅視覺提示啦，就係你個吊球會逼對手要向上打返個波。無論佢係空中打定係彈地打都好，所以當你見到呢個情況就快發生啦，你同你隊友就應該而家一齊向前行去廚房線。而家當你哋做嘅時候，有幾個常見情況你要預備好。第一，佢哋可能處理你個吊球處理得唔好，將個波頂高嘅，咁你就要企定定喺前面準備進攻。又或者咧，呢個嘅所有水平都好常見，佢哋會試下佢個波低過網嘅時候，想逼你留喺後邊，但係其實咁樣可以俾你有機會進攻，所以你要企好位，準備用下壓截擊反擊。又或者有另一個情況，你打咗個綠燈吊球，當你向前推進時，佢哋因為感受到你前壓嘅壓力，結果失手打甩咗一個本來好易接嘅波，最後呢個你會冇對住高手時見到，佢哋可能完全唔會犯錯，佢哋會直接放棄廚房區，而你就要企穩咗前邊，準備好開始短球對拉戰。而家我哋講下黃燈吊球，呢啲就係喺呢個區域嘅吊球，佢哋唔夠高去做高壓球，但係又唔夠低，令你有信心繼續向前推進到廚房線。所以當你發現係黃燈吊球嘅時候，唔好驚慌。事實上，你唔可能每次都打到綠燈吊球，所以學識第一，認得出係黃燈吊球好重要。第二咧就係要做分腿跳，令自己企穩。然後第三咧就係要打翻個重置球，令個波落翻去廚房區。我有一條完整影片咧，教你點樣打好重置球，下邊描述欄有連結。其實喺呢一球入邊，我真係同我拍檔講咗句小心啲，即係提醒咗呢球係黃燈波，我哋要準備打中場波。之後我哋打完重置球咧，就可以上翻去我哋最想企嘅位，就係廚房線前邊。同埋要記住，中場波唔一定要打重置拋。如果對方打高嘅過咗本身想要，你就要企穩，準備好用下壓截擊去進攻。我而家喺度建立一個網上匹克球學校，會有初學同進階嘅概念練習庫。仲有一個地方可以解答你所有問題。如果你想第一時間知道正式開放嘅消息呢，就去下面描述欄登記優先名單啦。而家我睇翻去主題繼續講，紅燈咧就代表第三拍吊球打得太高，對方明顯係用力向下壓球，甚至有可能係高壓球。視乎你而家喺場上嘅位置，講真都要攞你重置球嘅能力。你可能可以留喺原位防守，或者你要退後嘅，俾自己多啲反應時間，咁你就可以多打一球，直到你見到機會咧。第一，慢慢行翻去網前，或者係等對手失誤。而家咧目標就係盡量打多啲綠燈吊球。咁你點樣做到呢？咁首先就係用我哋優惠碼 ADV-PICKCLABOGUIDE-SELKIRK.com 或者 SELKIRKCLABS.com 買個新嘅 Selkirk 球拍。你一定會打到更加多綠燈吊球。另一樣咧就係要明白呢個擊球背後嘅技術。其實我有成條片專講技術部分，我會喺下邊描述欄度放條連結俾你。跟住你就要明白第三拍吊球應該打喺邊度。而家我即刻會俾你3個策略，你可以用嚟試下。第一，打去嗰個回球之後跑入嚟嘅人，呢個係你最大嘅目標。而且任何球員喺喐緊嘅時候打波都會難啲，你就更容易令佢哋早啲出錯。或者有個更易嘅綠燈俾你上廚房線。第二啦，打去較弱嘅球員，假設你兩個對手入邊有一個第4拍咧特別弱，記住發球係第1拍，回球係第2拍。我而家打緊第3拍，跟住就到咗睇睇第4拍。如果佢哋第4拍好弱，對你哋嘅壓力，你就打去呢個人，
通常你會收到一個弱回球，咁你就更容易上廚房線。第三咧，打去對方嘅反手位。如果你係打左邊嗰個球員，打去對面左邊球員嘅反手位咧，係你可以針對咗其中一個重點區域。大部分球員喺呢個位進攻力都比較弱，佢哋都唔會對你造成太大壓力，因為如果你打得唔錯去呢個位，佢哋回波球都會比較弱㗎啦。你好多時可以直接行上廚房線都唔使搏殺，或者佢哋會將球挑高，你拍檔就可以上前殺波。不過如果你對住佢比較有運動能力嘅對手，就要小心呢個位啦，因為佢哋有時會跳過廚房線做一個 earn。咁另一方面，如果你係右邊嗰個球員呢，咁你應該打去邊度？其實同一個位，即係左邊球員嘅反手位。如果你係右邊打去嗰度就難嘅，因為你直線打過去個距離短嘅，而且要過網嘅高度又高嘅。所以你喺呢個位置嘅時候，我會建議針對右邊球員嘅反手位，唔好打中間，因為中間係左邊球員嘅正手，要打就打右邊球員嘅反手。再講多次，原因就係因為打去呢個位咧，對方好多時都只可以回一個比較弱嘅波，咁你就可以更容易上到廚房線啦。如果右邊嗰個球員咧選擇移去中間，用正手接呢個波咧，佢哋好多時會俾人夾住，變咗個動作好怪，唔容易打得乾淨。你開始攞到個套路味，你就係要揾咁弱點嘅利用，等自己可以更容易上到廚房線。其實呢一點可能係成條片入邊我講得最重要嘅嘢。一旦你揾到嗰個可以令對手犯錯，又可以令你更容易上到廚房線嘅弱點，就要不停咁打去嗰度，直到對方識得點應對為止。咁樣先至係聰明嘅打 pickleball。如果你想睇第3拍 drop shot 技巧嘅教學片，可以喺呢度。多謝收睇，希望你冇得開心。